我而家知道玩轉上海嘅正確方式係呢個 Bus Tour 觀光巴士，外灘、東方明珠、淮海路、靜安寺，熱門景點全包，24小時無限搭、無限轉線。我哋住喺路線正中心新開嘅雅高瑞享，隔籬係南京東路，行幾步到外灘，周圍都係頂車酒店。佢淨係要3位數起，仲包2張 Bus Tour 車票，帶心風筒、助理購備品樣樣齊，自助洗衣房、送衣服務一應俱全，全年所有日期唔加價。佢哋瑞士雪糕線球42蚊，入住送雪頂雪糕咖啡。上 City Walk、黃河路、上海博物館、外灘建築群、LV 巨輪，全部係隔離鄰舍。馬路對面係巴士站，第一晚搭藍色2號線，呢條係外灘精華線，全程7個著名景點都去到。第二日朝早搭綠色3號線，猶如時光隧道，衡山路光影掠過頭頂，靜安寺金塔映入眼簾，成個摩都變成宿微景觀。夜晚返酒店，夜床已整好，住喺上海正中心，全年唔加價嘅快樂，估計淨係開業先搶得到。